大哥，你先过吧。啊，你个臭扫地的，挡我的路！别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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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抢我的钱，大哥！什么你的钱？明明是我的钱啊，还你的钱？大哥，别抢我钱，这个是我老婆的救命钱来的。救命钱？怎么回事？这个臭扫地的在这里挡大马路！把我的钱还给我！这是你的钱啊！这是我老婆的救命钱，把那个钱还给我！大兄，把我的钱还给我！快点！屏幕前的家人们，像这种该不该打？大家支持我的做法吗？支持我的做法。这边无论有什么，大家的帮哗啦哗啦。我相信大家遇到类似的事情也会出手相助的。他居然欺负一个环卫工人，还拿了他给老婆自备的钱。